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6月29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130篇，撒母耳記上卷20章27節到42節，路加福音第4章31節到37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聖靈。耶穌基督佇傳福音的3年中間，伊不斷地幫助人、醫治人、替人趕鬼。但是有一擺，受趕鬼的人並無認真去改變家己的性命。雖然伊的心靈已經清去啊，但是變成做空虛。所以邪神伊就去找更較歹或者的鬼來入來這個空的心靈內底，或者人病比原來更較嚴重，真濟。也就親像咱有講到約拿單甲大衛的對話，大衛所有了掃羅王伊的發脾氣、癲狂的情形，嘛真正發生。佇撒母耳記上卷20章27節到42節的經文記載，隔日初二，大衛咧為遊園空，掃羅就問約拿單，亞西的囝是安怎今仔日攏無來？約拿單就應掃羅講，大衛迫切求我，允准伊去伯利恆。伊講，請你允准我倒去，因為阮兜佇城內有祭司，我的兄閣吩咐我轉去。但你著施允予我，准我去見我的兄閣，因為安尼大衛無來甲王坐桌。掃羅就對約拿單發聖地，甲伊講：你這不敬背逆的查某人生的囝，我攏知你佇亞西的囝迄邊，家己取凌辱。閣互你的老母受到褪體的見笑，亞西的囝若活地，你甲你的王權一定袂穩固。等着派人去甲伊掠來，我遮伊一定着死。約拿單應講，伊是安怎着死？伊有做啥物毋對？掃羅舉槍射約拿單，要甲伊插死。約拿單就知伊老爸決心要殺大衛。約拿單真生氣，就對伊坐位徛起來。初二迄日攏無食啥物，伊為着大衛的心艱苦，因為伊的老爸侮辱大衛。隔早起，約拿單照約定出去野外，甲大衛見面。有一個少年人對伊去，約拿單甲少年人講：你走去找我寫的字。迄個少年人一個行去，約拿單就寫一個字。背過少年人，迄個少年人走到佇約拿單寫字落去的所在，約拿單佇後面發講：錢佇你的頭前。約拿單閣發：趕緊，毋通延遲。迄個少年人就甲寫的字抾轉來，互伊的主人。毋過伊毋知這是啥物意思，只有約拿單甲大衛知。約拿單將經甲字交予少年人，吩咐講：你摕轉去城內。少年人離開了後，大衛就對石頭對後面出來，趴佇塗骹，甲約拿單拜3擺，兩人3針攬得哭，大衛哭甲真激動。約拿單甲大衛講：你通平安去，咱兩個人已經有指上帝的名咒詛講，願上帝幫助咱，永遠堅守你甲我，你的後代，我的後代，中間所立的約。大衛就離開，約拿單嘛倒去佇城內。耶穌基督醫治人、替人趕鬼是經常的事。耶穌基督趕鬼的權柄，毋免懷疑，是無
无需要去怀疑的。但是有个人无明白，毋知影伊赶鬼的权柄，遐个写灵确实非常清楚。耶稣基督的权柄。路加福音第4章31节到37节就记载了耶稣基督伫甲逼龙这个赶鬼的时阵所拄到的情形。耶稣落去加利利甲逼龙的城，逐个安息日拢有伫共教示。因对伊的教示拢非常感觉稀奇，因为伊的话有权威。回转来有一个互无清气的鬼附身的人，伊就大声喊：拿撒勒耶稣啊！你莫插阮，你来要毁灭阮是无？我知你是甚物人。你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甲伊责备讲：点点对这人出去，跪伫众人的面头前，甲伊摔倒，就对伊出去，拢无甲伊伤害着。众人真着惊，讲来讲去，伊的话哪会遐尼厉害？伊的权威甲能力，命令邪神，因就出去。耶稣的名声就传到四围各所在。迄个圣灵公开宣称耶稣基督的权柄，虽然耶稣基督马上命令伊点点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赶鬼，就直接证明着邪神所宣讲的，大家拢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圣者，有上帝权柄的同在。咱来求主来帮助咱，因为伊有权柄帮咱，无受到邪灵这鬼的影响，帮助咱脱离困境，接受到上帝的祝福。诗篇130篇，祈求上主帮咱。上主啊，我对深恩求告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。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，上主啊，你会记得人会做我。主啊，什么人徛会掉，总是你会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必则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加迫切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加迫切。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，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。恳求主帮助我，无受到邪神的攻击、引诱，离开上帝的道路。求主来帮助我，会通靠主来得胜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